咱台湾人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对家己的过去拢无啥了解吼。相信嘛，感觉无重要啦。嘿，较早咱的课本内底边开拢是迄只毋知是什么无呢，啊，无呢，我迄时代已经无呢。但是咱讲这我迄时代已经无呢。好，这个话题较结束。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大家好，我是阿迪。讲实在吼，阮即个节目吼，台语故事的单元做遮久啊，做已经120外集吧。那阮即项除了真少数的集数吼，都拢是用宜兰腔，尽量用甲大家听会落程度的宜兰腔来讲话吼。这其实是一个在地的认同吼，甲你讲我是什么人。以外，其实嘛是一个特色啦。那当然讲到宜兰腔即个真老江腔特色的所在，咱就一定爱提起另外一个咱的袂使讲对手啦，应该讲即个光谱广谱两个极端啦吼。宜兰腔，咱讲到宜兰腔，大家另外一个想到自然就是鹿港腔。那进前其实有访问过一个少年人吼，就是鹿丁赤鸟啊嘛吼，即个施培德吼，我若无记唔对，应该是安尼读啦。顶边要讲你即个名读毋对，较歹势。那即边呢，搁较鹿港来啊，搁较鹿港腔啊。咱即届之前我伫咧网络顶管有讲起，就即项代志讲，是毋是要来开讲吼？啊，大家都伫遐看徛关山看马相趁嘛吼，有一寡较即个小可较无良心的人，吼，就一直伫遐斗话声，人伫食面伫话笑安尼嘛。吼，所以即边咱真正甲即个鹿港腔的代表，Podcast 甲鹿港腔的即个代表人物阿凯甲来介绍伊来到咱现场安尼啦吼。所以先请阿凯甲大家小讲问一下好无？大家好，欢迎收听咱阿凯亚之声，即鹿港放送我是即个台长阿凯亚，今仔真欢喜邀请到咱的即个阿迪来开讲的即个主持人阿迪来到，来甲听众朋友说一个 hello。我看你要讲话，我今仔是真的抱着一个对决吼来即个心态来，对，因为我感觉讲会当来甲一个宜兰人来讲台语，我非常非常的兴奋，系啊，因为我感觉顶边啊，你头你讲的即个培德，这算讲是阮家己亲戚，鹿港乡他对饲培德，系啊，迄边来想我，当初我大人伫英国，我是伫英国听你的节目的，当初我就感觉我就哪听啦，感觉讲培德啊。伤客气咯，伤过客气咯，满呢。伊讲人不在身啦，介绍应该伫一寡计划安尼，无共腔口的人拢伫现场啦吼，所以当然就较参然安尼。那今日正讲就是宜兰腔甲鹿港腔啦，莫讲对过咱嘛毋是讲来占冠呐，来交一朋友来交空中交流啊。是，咱真正是来毋若空中尔，咱人是真正实体伫现场安尼，是吼，所以都找你来开讲一下啦。因为我相信咱的听友
除了听宜兰腔以外，因为咱拢知影讲大部分即个 podcast 的听众，其实相关比例也是以北部为主啦，嘛毋是讲宜兰都较济，毋是讲宜兰腔就宜兰较济，鹿港腔鹿港较济，其实这甲规个即个市场有关系啦，收听市场有关系，所以我相信你的即个听众内底当然嘛绝对毋若即个鹿港人，那相对来讲，我认为讲咱的听众应该嘛有真侪人是拢两边拢有听，对，应该是啊，应该是安怎转换迄个性。完全无共款升一个频道。嘿，有当时我在想讲，恁两个频道若做伙听落吼，迄个感觉到底想讲你是切无共，即个无共国家，还是无共啥的感觉无？啊，伊拢有足厉害，人拢听落，确实是，即因本身即能力拢诚好。足侪迄种人听完节目听完了，伊就甲我讲，我腔拢去鹿港腔碎掉，我听完就足欢喜的呢。迄代表讲即个 podcast 都风上有成功，即 podcast 专门是要共偷懒的。我其实即个代志吼，我个人吼，我其实是以我当伫做诶时阵是较袂要求讲希望甲别人拢带来宜兰腔，毋过我确实有观察到讲我伫其他包含电台吼，甲其他主持人合作诶时阵，其他所在诶人诶腔口会走去，吼，卖向讲，嘿，讲我若要出门，对，我写配合你，所以我就一直咧想讲。其实你若接讲诶人，尤其你量讲了大声，确实可能对别人会有影响，吼，会去互多着吼。那我唯一就咧想讲，可能我救袂过来，就是鹿港腔。鹿港腔，我相信今仔日我应该嘛袂互咱宜兰诶即边诶朋友邀过啦。咱就是到时看卖讲，这一两点钟讲落来，到底有人会产生变化？无咱今仔日挑战3点钟诶节目好咯。你哪会堪着对？事实上咱嘛是差不多录到3点钟啦。试看卖啊。毋过这当然是咱来都哪行哪看，然后边看安尼，也是爱甲即个主角放伫你诶身上啦吼，因为即个凯之前即个 podcast 频道转鹿港腔嘛，即个台语诶频道。我讲实在，咱定定讲宜兰腔啦、鹿港腔啦，我当然一定有我家己诶定义，或者是我诶看法。但是对你来讲，伫咧台语内底是啥物件？你讲对我来讲，鹿港腔是啥物款诶物件？因为台语咱知影讲台语诶范围会较大嘛，吼，可能各种各地腔口拢无共款。那鹿港腔是内底一个诚出名，或者讲诚有特色诶一个腔口。伊伫咧台语内底，你认为伊有啥无共款诶意义？我先讲，其实我非常尊重咱即马即集诶即个节目诶主持人甲伊诶频道，宜兰腔诶即个雅迪来开讲安尼哦。但是我嘛是爱讲，我对我来讲，鹿港腔是上好听诶。但是讲即种上好听，有足个人诶因素，就是讲迄是家己厝内较早时代咧甲我讲诶语言，阮阿妈咧对我讲诶语言，所以一开始我当然对我来讲这就是鹿港腔，就是我对台语即个世界诶传播嘛。所以讲，亲像讲，我相信讲你出外时，应该嘛感觉别人咧讲台语拢有腔，就亲像讲我家己出外时，我嘛咧感觉，所以我感觉讲我一直做 podcast 还是讲我开始做阿卡之前真正。我其实对即种鹿港腔，还是讲对家己诶母语无啥物款诶一个意识，我纯粹就感觉讲，这一定就是台语安尼，所以我一开始就安尼感觉，就是讲鹿港腔就是台语安尼。这是毋是大部分即个腔口较重诶人拢有诶一个情形？对啊，鹿港 accent pride。我若拄着其他所在，我嘛伫节目内底讲过足侪遍嘛，回去咧过足侪遍吼。免歹势啦。对其他所在腔口诶朋友咧，讲你即个。真歹听，毋是啊，因为我感觉咱即两种腔一定相对足弱势咯，所以我感觉讲反咱较歹诶袂要紧啊，较笑调诶袂要紧啊，找一条活路安尼。对啊。但是我感觉讲，当然即个各地腔口诶差别是足趣味啦。像你当讲到足好，你家己感觉讲鹿港腔是上好听，我讲这我嘛会使接受。其实因为我感觉宜兰腔嘛真好，他们讲互相补互相补较袂臭臭诶款。好就是咧，无啦，主要是因为讲我讲就像你当讲，因为这腔口就是你，比如讲对你来讲，这就是你厝内讲诶话，这就是你生活内底咱定讲台语，对你来讲这就是台语，对无吼？就像对我来讲，宜兰腔对我细汉时这就是台语。其他所在腔口，我感觉会感觉这人呢真奇怪，都开始囡仔人一定是即款诶感觉，所以这甲你诶对在地对家庭诶即个关系是带足深诶嘛。但是当然。譬如讲，我只要行出宜兰，我就发觉，譬如我大学去讀冊時，你就發覺講，哎呦奇怪，大家咧咧講都無啥共款吼。我相信你嘛拄着共款的問題，但是你可能毋是敢若踏出中華來到其他的縣市，才發覺，你可能踏出鹿港，無的確你就已經發覺啊。實際上，即個鹿港腔的地理的範圍有偌大，因為有當腔口啥呢？比如講宜蘭上主要當然規個宜蘭縣整體來講，你會使講攏屬於宜蘭腔的範圍，而且伊會使探到差不多孔仔寮、貢寮吼，啊當
北随风那即边拢是，因为这甲伊的历史发展有关系。那当然有较重较浅一寡的差别。那包含讲，阮宜兰各分溪南溪北，腔口可会差一撮啦，无差无济，但是差一撮啦。那但是对鹿港来讲，因为鹿港本身伫中华内底毋是遮大片。鹿港已经毋是中华腔即个物件吼，伊是叫做鹿港腔。那鹿港腔实际上伊的地理来讲，你家己的经验内底大概伫什么范围？其实亚丁人无问即个问题，即个问题我毋捌想过呢。就是讲咱拢足自我中心的嘛吼。我足欣赏你，我头仔咧讲的就讲我足欣赏恁宜兰，因为感觉宜兰真团结啊吼。就是讲宜兰腔就是一个足团结的腔。就亲像你头仔讲，咱鹿港只要行出鹿港镇，阮的腔头甲别人无共。中华关系足歹统合的，因为一个族群足复杂的一个所在。中华人要各乡镇用家己的腔调，家己即种演说的这种方式啊，所以我感觉讲到底鹿港腔的边界伫倒吼，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毋是徛咧鹿港的这种镇内啊，我是徛伫鹿港咱讲的顶高较边啊，即个所在，迄个所在我的户口算徛伫福兴，但是阮的生活口啊嘛主要嘛是以鹿港镇为中心嘛，所以我会感觉讲咧，用咱即种选举啊，议员的选举的选区来认定的话哦，鹿港腔我家己感觉应该就是以鹿港周遭即个福兴秀水，可能以这鹿港福兴秀水这三个乡镇，可能普遍大家咧讲的台语较接近鹿港腔，但是鹿港外海嘛，所以迄当阵就有一寡朋友啊是讲对台语有兴趣，人就讲阿凯啊是毋是鹿港腔就是海口腔？我讲佫无啥共呢，因为我有朋友住伫比如较北边的新港，还是讲山西，还是较南边的这种王京、丰原、梨林，迄讲的迄种鹿港、迄种台语的腔口，跟鹿港腔无共，因为海口腔迄种腔口真的就是甲海边啊共款食重。鹿港腔咧讲话，其实阮的母语嘛较轻哦，比如讲。共款的讲海椒，阮来讲因咧海口腔讲海椒，鹿港腔阮来讲海椒，迄阮的海椒敢若较营养不良的感觉，袂无啥会起来的。阮拢讲有一种声都开啊，鹿港腔迄种声都开来讲，迄种讲话腔啊其实较轻声水色。是。啊，这就是我感觉讲鹿港腔，那你就简单的当去甲海口腔去无共款的分别的这原因嘛。这可能嘛，可能甲咱真正讲一个专府腔有关系啦。咱定讲专腔、将腔，其实这是一个足粗的讲法啦。足粗毋是讲足歹听啦，就是无讲甲遐幼咯。因为当然，毋管你是过去啦，即个来源漳州或者是泉州内底诶腔口变化嘛足济所以咱其实只是讲一个大方向。那重点当然嘛是讲，只是摕这两个字或者讲这两个名来表示伫咧台湾即台湾话或者讲台语内底的一个变化甲比例，毋是讲真正就是讲就是一定敢若全腔加即个漳腔两个来对比呢，其实无遐简单啦。腔口我感觉讲迄甲厝内人真有关呢，就是时阵我头来讲的这种鹿港、福兴、秀水，这算或者福乐秀这三个乡镇，但是嘛，毋是干那这三个乡镇，就是时阵有可能是嫁出去的鹿港人，所以有可能是别位啊，可能出来阿妈是鹿港人，还是讲迄种就是出外打拼的鹿港人安尼，所以因假使讲若伫厝内继续坚持讲鹿港腔，我感觉鹿港腔都有可能拖出去。但亲像咱节目一开始讲的，我的亲戚饲伯德哦，伊就是因阿妈是北港人，伊可能是因阿公真早就过身哦，所以当阵其实我感觉讲伊要伫因厝内讲鹿港腔，就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因为因爸爸迄阵呢，就已经对鹿港腔毋是真重视咯。个因妈妈佫是按高雄嫁来鹿港的，所以我感觉讲相对我家己的家庭背景，就是拢徛伫阮阿妈、阮厝内、阮爸、阮妈，都全部拢讲鹿港腔，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亲像听讲你的工课伫菜市啊嘛，你伫菜市啊，就靠我都就是伫即种完全即种鹿港腔或是宜兰腔的环境内底去磨练，我感觉你较有机会，咱讲出一个较纯正、较纯的鹿港腔。这是另外一个较复杂的议题像进前你嘛讲你介意听班内迄集就是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拄则咱的本地设想，就是讲迄就是你的母语嘛。那比如讲像你刚讲到背着的即个鹿鼎七鸟即个伊的即个经历，或者讲伊的家庭的组成来讲，你就发觉讲到底伊的母语是啥？对啊，咱若要幼落到腔口来讲，但你会使讲伊母语就是台语，但是台语的什么腔口的时阵，伊就变甲足复杂的。当然我嘛捌拄过台北人，但是因阿母是台南人，伊的台语是为阿母遐学来。
一个台北人，但是伊有足高足重的一个台南腔，吼。那到底咱若讲要甲腔口，无去个分有甲即个腔口即个程度来讲时，我讲就变甲足复杂的。所以这又搁去回归到你的认同即件代志啊，我感觉会变成安尼讲，比如讲伊的厝内人其实无讲鹿港腔，但是我是安那要甲鹿港腔当做是我的母语认同。对啊，啥物扣倒来，扣倒来原因是啥物啊？对啊，当然你住伫鹿港的人，但是假使讲今日你的时代内底是外地刷过来的，伊讲的是高雄腔，咱讲的主要是较瓦油细腔，就是瓦山的时阵，你到底要讲倒一个腔口？但是可能你对在地貌认同啊，因为你周围的人确实是讲鹿港腔，但你爸母都是毋是甲你讲鹿港腔？对啊。那到底内底你要安怎去取舍？我讲这是最好算的问题啦。主要是你家己希望找什么款的认同？对，咱家己认同，咱家己选择啊。嘿，我是讲我这是真粹是讲咱两个伫这方面的经历较，我就是讲你的厝内或者我的厝内，原则上腔口无较参滥，就是一路以来，真顺，嘿，为祖公以来，公妈以来，就是拢大概就即个腔口无伤大的即个变化。毋过咱讲无变化，讲这是嘛是一个真趣味代志。腔口其实是会演变的，腔口是活的，伊会对即个时代伫咧行动，伊嘛会死啦吼，伫咧死进前，伊嘛是还佫会演变。那你家己你看吼，你讲的即个鹿港腔甲老前可能当70-80岁鹿港腔，敢有共款？无啥讲，而且反倒我会听无因咧讲啥物。是安那？对，就是因为你讲的，我感觉讲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古早吼，即种因的这种日常生活咧用的物件，有可能现代已经无咯。啊，比如讲，你讲的啥物烤汤，即马就无咧用即种物件啊。敢无？我附近的，吼，你个咧用的骨灰，嘛毋是骨灰，就是拢专门卖迄落茶做的物件都。当然，即马有一讲会去追求即种茶、即种家具啊、即种用品啊，但是我家己无咧用。啊，是讲你若听长辈，比如讲因即马咧形容一个物件的时阵，因可能错无意思，因就因家己较早生活习惯，比如讲迄个物件就拿亲像烤汤的即个意义嘛，伊就用即个话。啊，一开始我也听无啊，就是讲可能是毋是我即个时代，我搁咧继续咧使用的物件咧，所以我家己感觉讲，我家己对鹿港腔内底，我感觉讲，我想要继续好往前，就是讲，即阵时阵，即个语言还是讲即个腔调，应该是爱对着时代咧行。当然，即阵时阵，咱即个时代可能已经罕有人对我来讲啊，无咧用烤汤哦，但是有可能咧用别项物件，啊，即别项物件咱会当安怎互伊进入到即鹿港腔的即个语境内底，这是我家己即马定定咧思考的代志啊。所以我听起来较先讲，你认为即个老一言所使用的鹿港腔，甲你当伫讲的鹿港腔的会产生差别上大的问题，是来自无共年岁、无共言，对即个时代的新的物件，或者是旧的物件，会把握的程度。啊，个发音嘛无共啦，即个发音无共，啥啦会无共。因为我反倒会变单啦。我感觉鹿港人就变单，反倒一寡音我会变单发成鹿港腔，比如讲，咱一般咱是讲你啊。啊，鹿港腔就讲你啊，你要倒啊，是。啊，因为我感觉你即个音足歹发音，因为我感觉我喙齿啊凹嘛会甜，所以我反正我嘛会甲发成你啦，你要倒啊呢，啊，但是老一运动足顺的，我感觉讲因的即种因的脑的即种迄种做力量的哦，因为我都会发出这种音哦，不管任何时阵我倒啊呢。伊这年久月深训练落来的喙齿，应该是安尼嘿。所以变讲愈讲才会愈挖紧伊的迄个发音的方式。但是反正甲因开讲嘛真趣味，我感觉讲我都免特别去修家己的音，因完全听有。而且伊嘛足意外的讲，你竟然我都讲较遮认真着。老一言甲少年人的互动，即个过程无共腔口之间，应该讲新旧腔口之间会有一款。可能我拢会甲我讲华语啊。啊，后来变成讲伊咧甲我讲，因袂认真的华语，我咧甲伊讲台语安尼。但是互因学了讲，我鹿港腔诚顺，我感觉讲迄是我即马伫鹿港生活最大的快乐之一啦。我捌拄过另外一款趣味的代志是。可能比我较大一寡吼的人，但是咱知影讲台语本来就是伫这几十年来一直咧吹落去嘛，吼，这几年上莫讲就一直以来是安尼，所以比我较有岁人，反正伊的台语嘛已经无甲遮好嘿，可能会使日常生活无问题吼，可能对真侪人来讲已经属于练等的迄边吼，对，在咱当的标准来看无一定吼，你无法度讲真现代真新的物件，但是。上重点是伊的即个腔口可能已经变成普通的腔口，一般有细腔的腔口。好，趣味的是，当我用较重的宜兰腔伫甲伊讲话的时阵，
伊问我讲我是倒位啊人，是我怪腔倒位来的。嘿，伊电到讲，你腔口无啥共款，我想。嗯你是毋是真久无听到宜兰腔啊？哦，但是有即款腔口伫咧时代演变内底，慢豆豆消失，或者是讲大家对即个腔口的即个熟悉程度较无遐济，而且这已经毋是即几档的代志吼，这几十年来，其实即个问题一直拢有包含讲真济进前伫咧真济即个综艺节目顶悬电视的节目内底。一寡譬如讲，伊可能是录港腔较重的，有即个腔口的即个歌手啦，或者演艺人员，伫节目内底其实定定会互踢笑，嘿，人会甲你笑吼，会听讲讲，奇怪，我台语我拢听，我哪听无你伫讲啥吼？像即款其实定定会发生，你家己对即款的情形有什么款的想法？这其实到前几年一直拢还阁有，嘿，我其实拢伫网络顶悬，你嘛拢看会到啊。我当初我咧想即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讲，即甲咱人成长的过程有关系，就是讲，我感觉咱人尤其比如讲青春期啊，讲少年的时阵哦，我感觉讲咱伫即种同款年纪的即个群体内底，我拢会想要追求即种团体的认同。所以我感觉讲，自细汉我就足适应去生甲别人共款即个代志。所以你若讲腔调，就是讲，我感觉讲对真应该是讲，那会晓讲。台语的洛江人来讲的话，因会晓讲有些腔应该普遍大家拢会晓。是，因为比如讲上早迄韵就是阮爸迄韵哦，因为阮爸算讲较早是咧走业务的，南北二路咧走。尤其较早迄时代，因搁咧听即种非常厉害的 Podcast 的先摆5、6天的节目嘛。啊，因为这种是迄种较南部的有些腔嘛，啊，所以伊其实咧讲的这种洛江腔完全去用偷懒掉咯。啊，对伊来讲其实无任何影响，因嘛是我咧用台语咧讲万事万物安尼。但对我即代来讲的话，我发现讲我出国要讲台语的机会变少以外咧，这个时阵我开始嘛是爱去修家己的腔，变成大家当理解的这种优势的腔调。但是我感觉讲这个代志来讲，一定是一个大的损失。一直到讲后来开始读，比如讲读研究所的时阵，还是讲开始想要用台语来作为一种电影调查的方式，甚至后来要做 podcast 的时候，我才豆豆甲洛江腔扣上，因为我家己用意识来讲，对呢。因为我阿嬷前几年过身，我会听较早我拢会再用手机甲伊开讲的时候甲录音落来，我就讲对啦，这就是我最熟悉的这洛江腔啊。但是我来即马就是讲，这段时阵我听我家己咧甲别人开讲的时候，我腔变较足怪，你毋知就是讲一半洛江腔，一半是有些腔，到底我是啥呢？所以我就甲扣上来过程当中，我发现讲这是一种这种自我认同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开始认同这个腔调，而且我感觉讲这个腔调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讲迄敢若就是会当去证明讲我这甲这个所在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感觉讲我家己大理嘛袂歹，就是讲自较早我都毋捌因为家己讲洛江腔去用看袂起的这个代志。因为我相信讲真侪人可能有这种经验，不管是讲台语还是讲家己腔调的台语安尼。但是因为我足够变巧的吼，我足够讲别人熟悉的这个优势因素，我较无这种经验，但是后来要甲学堂啊，像包括怎啊做 podcast 的时候，真侪这种听众朋友嘛，甲我讲，一开始嘛听无洛江腔，但是我就甲讲，你就甲当做英国腔的英语咧听嘛，还是讲你甲当做法语咧听拢会使啊？就讲你听久，你就会豆豆知讲这洛江腔的这个规则是啥呢？因为我讲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讲宜兰腔。嘛是，算讲伫个台语内底腔口较出名的一款吼。那我家己因为真惯势讲台语，但是我嘛可能我较强势，所以我有当时我伫甲人讲话时，我无啥需要烦恼。我讲台语，别人会感觉讲你足奇怪，或者是讲感觉无坚持话甲你讲台语啥，其实无即个问题。但是就算是安尼情形，你来台北嘛是安尼吗？台北因为我工课环境的关系，所以我讲台语是最思想的代志。你无讲电脑方面，我讲爱负责个即一寡演员吼，台语即个读音毋对吼，然后讲你安尼读甲走精去啊，电都是安尼。但是就算是安尼，我若伫电视或者一寡电影啦啥吼，你若内底看到讲，台语伫内底扮演一款做一个较无好的角色，可能知影讲，是只要是较无好的角色，你就用台语来做吼。像即款过去咱这几年来，咱一直都有即款的意识。咱看到即款物件，咱就知影讲，这是真无应该的代志，甚至讲是真侪人会生气。那你搁较有路讲较腔口来，先变成讲平平伫台语的电视节目内底。洛江腔会红笑，这件代志，心情这甲你个人的有法度转换都无关系啊。比如讲台顶迄个人，就是伫讲洛江腔吼，尤其这伫真侪较台语方面的节目内底会出现，尤其是你当公司台语大概袂有这个问题，但是
其他一般的商业电视台加减拢会有一寡较 local 的主持人，伊就受这个关系，包含讲实在包含。到底当是生是死无人知朱大哥，我伫个人嘛，因的节目内底嘛拢有即个问题。去当中有一个即个老艺人或者空店啊，就是罗工人啊嘛，定咧甲艺，拄个了嘛，定咧甲艺罗工腔即个代志。咱知影讲当然因关系拢真好，伊嘛无任何的歹意嘿。但是做一个罗工腔的使用者，你伫看到即款情形，或者讲看到即款画面的时阵，你家己的感受是啥？我是讲我已经无咩感受，我感觉讲我毋是活伫迄个时代的人，对我即个时代愿意讲台语的，真的是一个爱就珍贵啊，那个就珍惜啊，所以我感觉讲，从我开始做 podcast 时，我感觉台湾的即种台语的环境，讲足大的无共，我感觉相对对即种无共款的腔口的即种人，我感觉会较包容啊。我感觉讲，即马即都已经是相对弱势啊，弱势咱搁去笑对，我感觉无迄个意思。迄是一开始咱节目咧做一个效果尔，但是我会感觉讲。我毋捌去用笑的时候，我嘛较无爱玩，我嘛较无会去笑别人的即个腔调。但是我定定就无爱，就是伫外口的时阵，因为即马咧讲台语嘛，然后嘛是有一寡场合的邀请我爱讲台语，不管是节目还是即种工作，反正迄主持人就用一种态度来讲，无你讲几句罗工腔，互大家听看觅。一开始我足反感的，但是后来我会感觉讲，其实安尼嘛毋是歹代志，就是讲我感觉我会当伫大家面头前展现即种罗工腔特殊的所在。一开始感觉讲你是。甲我当作是狗啊，但后来感觉讲，咱来我趁即个机会，甲种录工腔的骄傲甲展示出来安尼。所以你有当时受访，无一定是用台语，或者是你都是会用一般腔的台语。爱看因的主题是啥？所以有出现过用华语就对啊。华语的访问吗？有啊，这嘛是定定，因为华语毕竟是我家己原来真习惯的一个语言。对，我反正我拢会甲主持人因真侪人拢就是讲我华语讲了无好。我嘛定定讲，我刚好也会讲华语。对，所以我特别拢做珍惜当来台北的机会，台北就是我练习华语的一个所在啊。所以我完全袂感觉讲，就是台北拢无人来讲台语，台北就是需要听台语的 podcast 嘛。我家己的经验内底，宜兰腔我伫使用毋捌讲为着要互大家听有超工转成一般腔，可能一部分是因为优势腔来讲，本来就较外江腔所以大家整体来讲要听有会较简单。真侪人讲，包含讲之前去公司台语台时阵嘛有拄过一款主持人捌甲私底下人甲我讲，伊台语就无好诶这可能大家一听就大概知是啥。哇！你也讲出公司台语台的比面落来。伊即个主持人本身台语无好这一个导览的节目，大家都知影咯。那但是伊私底下甲我讲，伊完全听有我伫讲啥，毋过我前一档拄好我前一个来宾是即个鹿港人，那伊就讲伊就真正会听无伊伫讲啥，这就是迄个差别，就是讲，就算讲伊是袂晓无啥会晓台语的人，但是因为优势腔整个来讲优势腔的关系，所以会较外远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大概也是听有，上无听有的比例会较悬所以我颠倒对我来讲是无即个问题。我感觉这是鹿港腔甲宜兰腔平是两个较极端的腔口来讲，伫咧台湾，咱伫走跳江湖的时阵有一个差别，所以你会出现讲你会使自由转换即件代志，但我的经验是，我会逼你学我的腔，过去啦。当然咱都是尊重所有的人的腔口，但是我无啥需要烦恼讲因会听无我伫讲啥，所以我会使做我家己，或者是会使讲，我就是要讲宜兰腔，互你知影无共伫什么所在。我讲这是咱一个伫咧生活经验的无共款的一个差别。完全认同啊，因为我感觉讲相对鹿港腔还是讲较我专业的这边本来就是较弱势，但是我感觉讲就是时阵这种颠倒是因为这种弱势，我感觉较有机会去知影别人咧讲啥。因为我感觉讲你今仔是作为一个较优势的人，这其实不管是任何语言包括咱咧社会当中的任何代志，你今仔是徛伫较优势这边，咱就较无迄机会去知影别人咧想啥。所以我感觉讲，当然一开始感觉毋愿啊，比如讲咱用迄国家语言化，还是讲咱用这公司台语台，但是我咧讲这台语伫这台语台去用叫做台语嘛，对啊，都袂是鹿港腔的台语啊。我定嘛感觉讲你拢就是咧这都毋是阮的腔啊，阮的时大朋友大家咧看公司台语台，感觉真
真青分嘛。迄种外地诶人，对，种外地人，但是阮听有啊，这就是阮做种弱势人，就是讲阮会去了解别人咧讲诶物件。但这就是阮优势人听到讲腔，马上你就马上跳来讲，你是毋是讲毋对？真正我捌到阮即个鹿港诶北管诶演社来到台北表演啊。你当阵表演完了，两个即大学生来甲我开讲，我本来想讲，是毋是对阮咧讲诶物故事有兴趣咧？但是第一句话就甲我讲，你是毋是袂晓讲台语？我来讲，你是咧讲啥？我来讲，你诶小孩咩啦发音？我来讲温家啊，即温家啊。啊，你讲你本来是讲囝嘛，系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即个腔调无共。我是讲阮囝，对啊，温家，我就袂讲阮，我讲阮。但是相对来讲，我感觉讲宜兰腔可能普遍逐个人会较紧来听有。是，我感觉真有意思。伊可能会感觉讲，哦，你确实有带腔口，但是。大概啊，高翔以上拢听。即我了解无怪牙剔来开讲的这节目较清的原因。其实我讲在我来听，当然像咱拄仔讲着讲，可能以你打即演伫讲的鹿港腔甲老一演，包含讲生活经验的无共，或者是恁的使用的字词、使用的话句，本来就会无共吼。即本来毋管什么语言拢共款，所以逐个伫听的时阵。在我来听你讲话，我当然无问题。高声教我可能拢听有，但是我就像你可能嘛有可能会听无，搁较老一点的鹿港的时代讲的话，可能上无你可能即个比例嘛无到到100%嘿。在阮来讲，可能就离搁较远啊，确实有即个差别。但你也其实是无即个问题嘛，即可能甲时代迄只讲像你拄仔讲，即个有一寡所在你会较想咱一寡，较平淡一寡，所以你应该会讲平淡。你确定？应该是啦，开始怀疑自我，应该是啦。无你聊讲伊，这平淡是伊啦。阮讲平淡。哇，这部分安尼烦恼应该毋是安尼哦。对，就是咱有当时伫讲话时阵会使去对照一下对应的时阵。先暂时有得笨蛋好啦。嘛紧啦，拢会使，我嘛会讲笨蛋啦。看你介讲大家。咱好改者。但是我当然想若要讲即个，我家己伫生活当中，我宜兰腔我想要用，我都会使用吼。就是因为你拄仔讲你会转换，那你敢有拄过对外人，伊毋是鹿港腔的使用者，但是你对伊讲鹿港腔，所以敢无产生误会？还是讲你会完完全全只要你确定伊袂晓讲鹿港腔，或者讲伊听无鹿港腔，你就直接用一般的。对，我有一个鹿港腔我头前啊。这是我，就是讲我对鹿港人，我绝对讲鹿港腔，但对外部头人，我感觉是一个尊重。我讲我就是会讲，伊若想要讲台语的话啦，我感觉这部分嘛是爱看这个人伊台语，我都有想要讲台语无。伊若愿意讲的，我当然就是比例鹿港腔的比例较少，但是我嘛是会知影讲鹿港腔要怎讲安尼。比如讲，今仔伊来鹿港。带我佚佗，我会去带去问一寡过仔路，还是去介绍一寡历史地理的话，一定有一寡历史讲用鹿港腔来表现我得讲鹿港腔的安尼讲，安尼讲的意思是啥？这背后甲地方有咩款的关系啊？是，所以我第一段讲这个物件，我常常想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那是伊是鹿港人，但是伊袂晓鹿港腔，伊会晓台语哦，伊会晓台语，但是伊袂晓鹿港腔的时阵。你会选择对用一般腔？我会甲电啊，无啦。我开始甲讲，你哪会晓讲鹿港腔？这就是传说中的讲台湾人不要讲台湾话啊。讲笑啦，但是我感觉讲鹿港腔本来，我感觉我家己身躯边的朋友，我嘛烦恼3个月邀请一寡鹿港的朋友来我节目，就是分享。我烦恼听，其实因真侪音嘛是像阮爸迄韵的，就是讲因大家拢出外了嘛，所以因足侪台语发音嘛是拢较话优势腔。但是因若讲着。迄个特殊的一寡历史的时阵，伊嘛是会去发出鹿港腔，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是我家己是观察啦。然后我反倒我就伫适当的时阵，我就甲问讲，你敢毋知你头先迄个音其实发鹿港腔？你想咱会想讲即个音，毋是发成咱一般优势腔咧讲的安尼。对啊，因为我家己毋是一个就想要去影响别人的人，因为感觉讲这就是我个人的选择，我想要讲鹿港腔啊。但是当然你较科学的讲，你感觉讲这个环境，敢若是有法度伫内底继续鹿港腔伫内底，这个空间愈来愈小。但是你感觉讲，咱就继续用 podcast 都甲这声音留落来。对目前是我咧做的代志就是安尼啊。我讲以目前即个情形来讲，腔口即件代志是愈来愈推，一定是愈来愈。我毋知你听有推即个意思。愈来愈退后吗？毋是退后的退哈，这是叫做推，就是甲退化小可有像哈，叫做推。我讲我记伫愈来愈推啊，最近愈来愈推啊，就是。讲法吗？毋是。
台字典内底嘛有记载啊，即个今字典我会记敢若嘛有记载吼，就是机能衰弱吼，即衰弱诶款吼，就是退化吼，咱讲退，我等下讲阮愈来愈退啊，腔口一定是安尼，伊会愈来愈退，是啊，所以这恐惊是一个咱真歹解决诶问题，然后包含讲伊上根基或者讲上基础诶问题，在于台语规个找落去，我讲这就是上大诶问题，因为你无台语即个基础，你莫讲腔口，咱目前当诶少年囡仔，你若是透过学校诶教育去学诶，就是一定是上主流诶，上基本诶标准化诶腔口。当然，你会使讲学校诶教师会因为你什么所在，可能会教你迄个所在诶腔口，毋过你诶考试。你的即个课本，你的所有的教材，无可能为安尼设计，就所以这就是你无法度伫即个环境内底啊。尤其你若是所有时代，佫是像你刚刚讲话头前，就是一话头就甲你讲华语的时阵，你的腔口是无可能会保留的吼。甚至讲因为交通嘛发达，资讯嘛发达，大家互相参揽，这是一定的吼。包含阮家己的。时代嘛，我家己嘛有真济我拄着的较有会的人，或者是时代因的即个台语内底嘛会参真济咱俩讲拄着华语化的问题，甚至是发音拢走去的问题嘛会变成我华语的发音嘛会有，因为这都是自然会产生的代志，或者是讲无共腔口的参揽。我家己伫看，我定下感觉讲即个代志是无可能阻挡会来的。我无遐乐观，但是就像你讲的，凡说咱就是敢若用即个物件、即个频道或者即个声音留一个记录，这也是我当初上一开始包含做华语节目嘛共款，就是我想要做一个声音的频道，就是一个记录啊。我的个别性有物件通放，免放音乐你就是放我的腔口，放我的声。我讲这是当初是一个想法啦，最后一步啦。我讲这是当初是一开始的一个想法啦。但是咱有讲着讲，伫咧中华内底腔口实在是足复杂。你家己知影，大概有偌济伫咧中华你拄过较，你认为讲各地真特色像腔口包，我家己较知影可能延镇我感觉溪州嘛是，溪州家己我听起来啦，溪州较活漳腔带潮州腔，这可能甲伊，这就甲伊人群的组成有关系。那当然包含鹿港上特色嘛，过来较外海口的迄几个像红湾啊啥吼。那我知影讲。湾林是毋是？湾林敢若是较活延镇腔，就因为隔壁尔啦。所以就一区拢无共款，对无？佫有较特色的无？你家己知影？其实头讲话差不多啊。我有这了解中华。不是因为我拢是透过节目来熟悉遮遐个人。是。因为我做侪时阵，我就是想讲要来邀请因来，比如讲我家己熟悉延镇的朋友吼，因其实。嘛，毋是所有的历史拢发生延镇腔。我感觉讲，对较早的延镇人来讲，因为感觉延镇腔毋是一件真公认的代志啦，迄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嘛。但是我感觉讲后来变成讲延镇腔是对咱台语的这口仔来是一种。表演的时阵，在对在延镇人来讲，佫是另外一回事哦。但是我感觉讲，我感觉上注意点都是你头讲的溪州，阮鹿港腔讲溪州，因为迄所在对咱台湾真正有一套即大套的册，历史地理啥物语言，历史语言的一套册来，伊甲迄个溪州迄个所在，甲话做是泉州音，但是其实迄个所在毋是讲泉音，迄所在是较话讲漳音的。因为我的即个节目的一个固定的主持人哦，即阿伦哦，是咱溪州人，伊阮定定拢会压对方的腔啊，比如讲你讲的即个乡长嘛，我鹿港腔会讲乡长，安尼讲乡长，这甲恁宜兰腔，我讲乡长，安尼讲长。就是即个江北，对啊，我讲因遐的台语听啊，真 Q 啊，真 Q。但是我感觉上意思就是讲，较早迄个时代哦，就是讲，比如讲像诸葛亮迄个时代，空顶还是讲诸葛亮完全背景无共款，但是因的台语是会当听有诶。所以我家己我嘛想要伫我节目内底去表现一种无共款腔调诶人，其实咱伫共一个频道内底开讲一件代志。我感觉讲起，我想要倒转去到台语迄种，就是88款的迄个时代。因为我感觉讲对即个时代讲台语的人口已经真少以外咧，你讲要找就讲我都甲家己的即种腔调讲啊会顺正人，尤其少年级内容，真诶诚少。就歹拄着，嘿啊！所以我感觉无的靠你咱个牙田应该是咱即个宜兰腔的即个族群内底，算讲用要是可能少年级应该拢
排第3名了吧，前3名了吧。我的职员或者讲我的会所拄着的差不多会所的人，你莫共款的问题，就是莫讲腔口啦，其实连台语你都无一定接听着啊，这都搁较免讲腔口。我讲较趣味是讲你伫咧中华咱在讲遮济所在腔口拢无共款吼。顶边我就是因为拄开始捌听过你甲你讲阿伦伫开讲的时阵。讲起着溪州，我听伊腔，我讲哦，甲恁真无共款，但是我毋知溪州伫搭，讲实在吼，上南边的中华。迄个时阵，我就根据伊的腔口，伫想讲，所以即个溪州大概啊，应该是伫咧中华，比如讲可能较内部挖山骹等等吼，就伫思考溪州到底什么所在啊，我就去查一下地图看下，哦，甲我要的差不多，也就是讲腔口其实会影响讲你。判断即个人到底住伫什么所在，或者是伊腔口来源伫什么所在。当然，伊可能搬去别位住，但是伊的即个来源伫什么所在是足趣味，即甲腔口有正大的关系。所以你伫讲话伫咧活动时世界行大的时阵，敢会因为安尼甲无共款的人讲着台语，毋管你今日用什么腔甲伊讲话，伊表现出伊的腔的时阵，你会去心内又讲啊，这豆芽人啊，这都豆芽。其实海线人听得出来，就是讲海口腔的人听得出来。迄当然就大概知影，迄就听得出来。颠倒是伫中卡，比如讲中华市，还是讲园林市，因为这算讲是中华较大的即个城市嘛，伊的人口就较南参。毋过中华甲即个园林市毋是腔口嘛，无啥共款对无？无啥共对。中华就较僵硬嘛。是。因为我记得敢若嘛有人会讲绳啊。绳啊，啥物款的物件？绳啊，就是冰啦。冰。我捌拄过中华毋知到遐路边吼，伊就是有写串绳啊，啥就是串冰。因为我嘛讲绳啊角，这甲历史有关系啦。这另外一个故事，但是阮定定讲绳啊。咱热天气足热的，像这天气咱讲。既然讲真热嘛，即天气真热，咱会去食酸啊。我感觉我对中华颠倒的感觉讲较话讲僵硬的人，我感觉讲因的较无腔，所以对我来讲，我甲因开讲毋是足困难。颠倒是较海线开讲的话，你会感觉讲哇，咱的腔个有要去互伊的腔，就是两个人咧相搭的感觉。关系。对，阮会感觉讲啊，因哪会讲安尼？伊个较重口味。对，因为像我即摆头家就是红阮遐的人，阮咧讲台语的时阵咧讲俩食河台语，伊拢会就用就当个开来咧念迄几个字，我就感觉讲即咁需要去表演，你一定是大海边啊嘛。可能伊真正就是生活自细汉就是安尼讲话。我这是真趣味的观察，咱定会惯势讲用腔口，听腔口我讲，这可能是倒位人，或者想无伊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款的环境。我除了无讲台语人都免讲啊，讲台语人其实。这咱都无关系嘛。但是确实伫咧台语的腔口内底，我讲即个观察是足趣味的。但是你宜兰就较困难。宜兰因为宜兰腔就是安尼嘛，所以譬如讲我今日拄着的是除非是南澳人你可能拄着台阳原住民，你都免讲你若是溪南溪北，其实争差无遐大。除非你对腔口真正熟悉，较熟悉，有少数敢若溪北地区的有的音，这个几个发音。因会讲，但是溪南袂讲，或者少数几个词溪南袂讲，溪北袂讲以外，其实无啥差。所以几个宜兰观众听老女嘛，老女对啊，老女使啦，基本上拢无问题，无问题。除非你拄着其他原住民，拄着原住民，迄叫另外一回事。宜兰人真诶真团结呢。迄嘛毋是团结，就是伊历史发展嘛。阮对中华要讲阮罗岗腔讲食无啊，稀饭，迄都完全大家都无讲哦都大家忘记咯啊。食糜、食糜、食糜、食无，你完全拢让你中华错了几个种无啊。你敢若要食即碗，规个中华都要去冤家啊。宜兰敢一种尔嘛。当然，因为你受到有些腔的影响，但可能讲食糜较济但是若个较古早就食糜，即个差别啦。然后伊感觉伫推荐馆伫讲即个毋妈的代志，但是毋妈较特殊，是因为毋妈其实毋是讲腔的关系讲法但是阮会安尼讲，这可能嘛甲伊的发展有关系啦。反正就是安尼足复杂的。我感觉这是定定伫无共腔口的人伫讲的，尤其是因为咱两个有属于一个腔口放较重的人来讲这个议题上，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互动的方式。好啦，咱嘛讲足几种腔口的代志啊，咱先休困一下，咱咪搁倒来。
我是阿凯亚之声 Podcast 的台长王继凯。你现在收听的是这雅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阿凯亚之声 Podcast 甲咱一个雅迪来开讲，阮拢是做伙要用这台语来奉送咱这世界的万事万物。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生文化，北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就继续转来。咱拄则其实讲足侪腔口的代志，我本来嘛无按算要讲较济，我嘛毋知啥啦，讲落去就不是腔口较清楚安尼。主要是我感觉一直以来拢是安尼吼。对我来讲，你开始发觉讲腔口所表示的，毋若是迄个所在，是迄个所在的历史发展，是安那伊是参揽这几款，是安那搭一款腔口较济，搭一款腔口较少，其实这拢是迄组合迄个比例，迄个斗起来的方式吼。这我讲这拢是伊正。甲迄个所在的过去有诚大的关系吼，所以那咱台湾人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对家己的过去拢无啥了解吼。相信嘛，感觉无重要啦。嘿，较早咱的课本内底一边开拢是迄只毋知是什么了家母啊？无咧，我迄时代已经无呢。但是咱讲我迄时代已经无呢。好，即个话题较只结束。好，反正就是因为真侪遮物件，咱对遮过去的物件毋是属于。台湾的物件，连都较了解啊，对家己在地生活，莫讲规个台湾，你连家己的生活的所在拢真青分啊！嘿，你其实拢足青分，你根本都无真正熟悉你所生活的所在。我较早咧带导览的时阵，我定定最后拢一定会，我认为讲，我毋管我讲偌长，我有当时一场导览可能带2点钟，讲遮尔济物件你。一项你拢无可能会记，你若要可能一上车骹可能打起咧大帮顶管，你都已经袂记了。所以我会希望讲留一个物件，互你会使早顿，就是迄个功课。讲我拢一般我拢伫离开前，伫因要离开之前，我拢会问伊讲，你若讲今日即个导览诚趣味、诚深刻，就讲哦，原来有遮侪物件、遮侪历史。今日我假使讲我是你的朋友，我要去找你耍。你要安怎甲我介绍你生活的环境？你敢有熟悉？敢有了解你生活的环境的过去遐个历史，或者是讲即马变成什么款？我感觉这是大家毋管任何人，你去听导览了，你无可能会记哩遐侪物件，但是应该会早顿去的功课，就是即个物件。所以定定拢有，这是安那我一直伫讲腔口，其实我背后要讲的是遮的物件，毋是讲干那腔口即个发音本身，你有法度有才调学，即个腔口这嘛是拢足好，毋过这甲你的个人本身的历史发展，甚至是你的家庭组成是无啥共款的。我讲这是较趣味的代志。那当然，我拄开始确实是听你的节目时阵，头一个注意到的是鹿港腔无毋对吼，但是腔口以外。一个节目内底无可能干有腔口，对啊，那超做完咯，是变哪做？做无新的节目咯，变成教腔口啊，这个是另一回事啊。所以咱其实拢有内容，比如讲我真正我主要做的是即台湾故事甲台湾较有关系的代志。当然，当个一个是另外一部分就是专访嘛，吼，甲台语有较有关系一寡专访安尼嘿。那你的节目内底我讲有一个是，我认为真特别的吼，因为伊。甲我伫做工课，咱拢会提起着文学的物件，但是我伫讲文学的时阵，一般是因为有某一个人出一本台语文学，甚至毋是台湾文学哦，台语文学，我对伊的出版即个台语相关的作品有趣味，所以我找伊来开讲。毋过你家己其实是会有你针对某一个文学作品，凡说是国外，凡说是台湾，无一定吼，无定对。但是你对有感觉，所以你会伫节目内底分享你的内容，或者是找你家己熟悉的朋友做伙来，敢若读册会共款，大家做伙来读册，做伙来甲读出来，或者是讲会使做伙来讨论恁安怎看待即个内底所写的物件安尼吼。那当然，我头一个想注意到就是迄个鬼地方，陈淑凤的几啊所在吼，嘿，这是我拄开始听到你的节目时阵。上注意到，或者是讲上注心的讲哦，
恁去讨论一个真地方性的一个故事吼，因为当然我讲这嘛是诚趣味啦。一般咱若写台北故事，大家袂认为讲这是地方性的故事，但是当伊写其他所在，咱就認為這是地方性的故事。的所在啦。不過我講嘛，無一定講是歹代志，是因為台北會互人一款感覺就是伊無家己特色。嘿，這個都市是上無特色的所在，必須安尼講。但是每一個所，比如講咱用腔口來表現咱家己特色，或者是咱用這個所在發生過的故事，或者是有一個作家出一本冊，佇寫伊的過去，但是伊迄個過去甲迄個土地關係足深的，毋管是好的歹的，攏是吼。其實我的這個冊圖內底嘛有一本冊，我未評了啦，實在是愛看冊傷濟。但是你會使感受着講伊迄個成長的過程當中所拄着的種種無共款的代誌，或者是講伊甲家庭的關係。那這物件其實攏甲迄個地方是有誠深關係，誠深來帶做伙。那你去討論這個屬於比如講這是中華的故事的時陣，我感覺是就我袂用好耍來形容，應該是講我會感覺講，敢若互你帶去這個所在去。甲作者做伙是甲你做伙去看即個所在發生過一寡代誌，我講這是誠特別的一個經驗，嘿，所以這是我感覺誠好耍的代誌啦。吼，你平常時主要我感覺較特別就是即個音樂加文學，文學是當然已經講過，音樂嘛是共款。毋過毋管是哪一項，講實在相對目前，毋管是 podcast 還是其他的媒體內容，攏屬於較無遐大眾流行。憑良心講是安尼，咱是安那你會想要做這兩個？我毋知你家己會佇咧後台看這個數字的時陣，有甲我無共款無吼？毋過一般來講，比如講有訪問或者是即個主題較大眾的，一般伊的收聽度會較好。比如講我今日要做較重口味的即個興安地水晶，大家奇怪就是愛聽即款的吼，因就會講趣味好耍恐怖吼，有人會驚，但是伊就介意，伊收聽度就好吼。當然來賓有當時是來賓本身的即個伊會炸即個咱講流量過來，但有的是因為即個來賓的主題。那我家己咧做台語的故事的時陣，就無一定吼。有當時有的主題，我認為講咱應該知影，但是無一定大家有興趣。對，這是一定會拄到的。我相信你佇做這個節目，比如講你佇講 jazz 的時陣，你佇講一寡文學作品的時陣，莫講大家有讀過這本冊無？有真濟人可能平常時已經無佇讀冊啊。吼，那你家己佇後台看，這是毋是有差別？或者是講，若說講有差別，是安那這兩個是你一直佇做的這個主題咧？我先講，我真正因為一個單元實在伊收聽傷低咯，所以我停掉。這單元應該是一般大家人無咁印象，這單元專門咧講做兵的故事。這收聽的作品傷少傷特殊咯，所以我就甲停掉。我本身我嘛毋是做解講較早家己做兵的，因為當時我身邊幾個人討我啦。但是我先講到當然，咱節目的頂半段咱咧講這個腔調這個問題。當然我家己是非常注意台語的這錄講腔，但是我感覺講更較長時間，我感覺講。對我來講啊，就是講語言，還是講台語，還是一種表達家己想法的一個方式，一個媒介。當然，大家人誒觀點咱較無共袂要緊，但是我會感覺講，應該是愛我家己先對咱這生活環境，對咱這人類社會有關心，然後我來講出我的關心，選擇一個語言，這個語言多好，即便對我的 podcast 都是用台語這個物件。所以因為我本身就本來就最愛讀冊。看一寡小說文學，我家己嘛真愛聽一寡音樂。因為我家己一直攏是作為一個招數來，我互我家己感覺足驕傲的講，我就較無。當然，大眾的文化、大眾的流行音樂我嘛會聽，但是我攏去找迄種較刁鑽的迄種喊你有人聽的物件，是講迄種文學我特別愛經迄種就是最硬、最經典的種文學的作品啊呢。雖然講迄個物件，咱會感覺講是毋是講是毋是收聽人較少，還是講是毋是現代人較無咧看冊，但是我感覺講其實做 podcast 都是另外一回事呢。因為你頭你講的這單詞項的幾啊所在，是我對一集來講文學作品，迄個當晚同啲文學烏亂轉。一開始有這個文學烏亂轉，其實嘛是謙虛啦。因為我家己甲我的朋友其實阮家己有一個讀冊會，但是讀冊會你就知影講，今仔日若敢若講要讀冊，大家會難死啊，會變單嘛。但是你若講要上 podcast，會大家咧抱着邊個按啊，你愛去發揮嘛。就是我感覺用這個方式來逼大家讀冊，對我來講是一件真快樂的代志。因為就知影講，其實生活對中華，我一直不斷地佇我 straight 的觀點咧分享講，生活對中華足無聊。
但是种无聊毋是咧批评中华，就是讲种无聊其实即个时阵是甲台北种都市无共款的即种生活的节奏。啊，对中华无聊要安怎？对我来讲，对中华无聊就是看小说、看文学作品。我家己感觉讲看了会下的，我就想要伫我的 podcast 度讲。当然一开始伫 podcast 度做即种文学的节目的时阵，感觉可能收听的人较无遐多。但是我感觉讲其实愈做一直做落去有差。我即马做文学乌乱做几落节目。我感觉讲就是收听的人一直愈来愈多。我感觉讲正处于这甲现代人收听 podcast 度的习惯有关系哦。因为即卖人虽然无时间看册，但是因有时间听册啊。就是讲，我就讲听种朋友可能因并大看册，但是因就是想要用一集的节目甲大概了解即讲者到底咧讲啥。所以我非常愿意来做即个角色，我非常愿意来互大家对即间册有兴趣，不管你有要读啊无要读，你就感觉讲你会想要了解到这个故事安尼。所以或者文学乌乱转，就是因为我甲我的朋友拢毋是，我拢感觉讲我毋是文学系，我毋是读中文系，所以阮搞迄材料来讲文学哈，所以阮就较欠伊讲无咱来转好咯。现在你所听的东西，阮咧学白转咧，所以这是阮咧讲文学的一开始的即个想法啦。所以迄当初阮当然一开始会经甲中华较有关系的文学作品，但是后来开始感觉讲，因为我的观念，我来感觉讲，我想要用台语来统一。别种可能毋捌有台语来出现过的所在，所以我大部分我讲的文学拢是华语的文学，因为我感觉讲因讲的内容兴趣以外，我也想要用台语来讲看卖。当你做上拄到真侪问题，因为真侪字词真歹用台语来讲，无要紧，咱就捡华语的字，还是咱规去念出伊的英语拢无要紧。甚至最近当咧挑战是咧讲种世界经典的文学，这完全是无任何台语的字啊去插过的所在，咱想讲来甲挑战。其实当然，这几年，包含讲咱做 podcast 的这几年嘛，拄好是台语翻译。伫咧产业，咱应该用产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政府推动的关系伫咧产业来讲，确实有较风风火火的感觉当然，未来咱毋知影，但上无这几年开始，你会使看到讲世界经典的翻译伫行包含讲最近我当你看就是六小梦日本的文学，那进前嘛，前话有这个5万亿偏见。等等，真侪，咱知影讲伊毋是干那要出日本啦这出版社其实拢有计划讲日本要一直出的，嘿，我讲这确实嘛开始有人行骹到啊，这是真好的代志。然后以声音媒体来讲，就讲声音频道来讲册，咱讲讲册，甲有声册无共款嘛但是讨论册这件代志，确实恁先讲是真早期就开始做啊。我讲反正也是因为安尼行出一条家己的路嘛，像你讲的。你讲这个代志之前，我确实无去想着讲对，其实以华语加英语的世界来讲，真侪人是要听册，不爱讲册，不爱家己看册而且这听册是听别人讲册，毋是听有声册伊无遐认真要听有声册听有声册爱较辛苦嘛，你爱斟酌听，才听会清楚伊逐句本来老高毋知伊伫讲啥，但是讨论佫是另外一款，所以这个讨论我听了，反正会使甲吸收落来。我无一定看过，但是我嘛会使对一本册甲别人讲起时有一个讲话的即个本就是迄本册我知啦，但安那拢毋是伊家己看的，但是确实这是现代人的生活需要嘛，无法度所以这确实一个真趣味的议题文学方面是安尼，但是音乐的方面呢，你家己音乐的即个类型，总是咱讲大部分人讲我各种音乐我拢会使听，但事实上一定有家己较介意的。你家己日常你会注重，或者你做啥物听，你听的音乐。确实我知影是较济较深嘛那佫有其他的无？我较早就是咧听古典音乐这是一个足冷门的一个音乐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你感觉古典是真孤行独起的物件？我感觉是呢，因为我身躯边罕有人，就是应该是讲大家拢捌听过。你若讲古典乐，像咱大家拢知，咱即马做台北节目嘛，都会听到肖邦的即个夜曲嘛，连笨手车贝多芬的歌嘛但是我感觉讲就是讲甲听甲静的无多。是尤其是像我真正邀请咱周博斌老师嘛来过你的节目嘛，但是我邀请伊讲马勒，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咧看伊的面册，因为罕有就罕你看甲有人写甲就是遮有路的嘛，伊听音乐的感觉，而且佫毋是音乐背景的，所以我家己
较早我做囡仔的时候，我就最爱听垃圾哦。你讲即一寡人会讲，一寡囡仔是咧电视的囡仔，但是我是迄种听垃圾哦的囡仔。我不管是咧写作业的、写功课的时阵，是讲较早就出来工场咧斗相共的时阵，咱就是拢会听垃圾哦。当中我就感觉讲，那假使讲，因为阮拢会听古典音乐台哦。我就感觉讲，这古典音乐台的主持人敢若诚轻松哦。对，一个节目，比如讲像咱今仔即集节目6、7点钟，我内底甲放一条交响曲，咱就会当交差咯。咱讲几句话吼，讲几句话就会使安尼。所以当中我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讲我希望会当对即个空中来讲古典音乐。所以其实一开始讲我的节目内底讲音乐的单元，就是全部想要讲较早听家己听古典音乐的经验。但是我感觉讲即个节目我想要甲做较大，因为感觉讲台湾的音乐其实嘛诚脆，所以后来再甲即个单元甲或者录音录音乐甲，即个录音就是录工的意思吼，就录工听音乐，所以这都毋若限制讲伫古典音乐，就是讲包括咱台湾本土音乐的即个创作人嘛，等甲邀请来嘛，讲即个事嘛是会使。所以我感觉我想要拖出另外一条线，因为我想要透过节目就亲像我的妹子吼，即个时阵我想要是熟悉一个人，我就讲。敢会当到录 podcast 度呢？其实，因为我家己感觉讲我足自私，因为感觉我咧做阿凯亚之前，迄拢是我家己个人想要做的，我家己想要读的册，我家己想要熟悉的人吼，我春妹子共款，我问看伊买无？其实迄就是上快乐的东西，我不管听众朋友爱听毋爱听，都是做安尼哦。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互我家己重新去熟悉即个世界的一个方式，透过声音的即个物件。我讲这是创作者的一个真大特色，尤其是像咱咧做即款声音节目的人吼，我常常嘛有一款感觉，我今日若想要邀请，算是我主动要去邀请的，我家己想法嘛是安尼，就是我甲我的节目互你看吼，你听，那大概重点打几项吼，可能甲你较晚的是打几项啊啥啊，基本上。就是比起讲一直去讲我是上来讲，我感觉爱有一个物件互人看，讲我是上是透过即个方式，我家己伫甲人接触的时候嘛是共款的想法。因为感觉这是咱咧讲的独立制作的一个意义啊！你若讲这就是咱进来咱经人，我感觉。点仔伫即个资本主义的即个世界，还是讲即种商业的世界，会当家己选择，我感觉是愈来愈少的代志。这个时阵，咱因为工课，这个时阵是为着生活，还是讲为着 case。但是咱伫即个节目，迄就敢若咱咧讲的最后的一道清气的土地有无？咱会当来选择咱要讲的内容，还是讲咱要选择咱家己有兴趣的人？我感觉是做节目最幸福的代志。甲你感觉有趣味的人开讲，我这是。特别我家己增加运动的时候，当然增加物件是足辛苦，我搁一路搁录足长对吧？吼，要增其实足辛苦，但是我毋管是录的过程，还是讲你家己重新伫听的过程，我一直拢是感觉足快乐的，足欢喜的。做半点钟，我会较轻松。但是你家己去重新我翻头去听的时候，看对，阮当时讲即句话啥，迄个过程是足趣味的，内底伫笑的时候，你嘛会对咧笑。其实咱嘛会进步，透过即种重新去加即个整理出来声音的时阵，咱家己嘛会进步啊。对啊，有当时你嘛讲我即个所在可能会使搁做什么款的调整。我这字数应该是安尼讲较准啊。一般当然讲毋对，我甲剪掉了。原来是这样，你要偶像包袱。无啦，主要是因为家己，除非讲你知影有当有诶物件我会袂剪，但是若是真正我一般我家己是无啥剪内容，我主要是每一段我会调伊诶声甲喙烂声啦啥，我主要拢是处理这个问题较济吼。那我真少像我知影有诶频道因诶做法是，我都剪甲。恁讲乾坤大挪移，你知影真正是搬风搬甲，变魔术的感觉。有诶是后壁诶，我会使接来头前，因为伊认为讲安尼讲起来，迄个节奏感，迄个板会较顺。迄可能咱一个团队咯吧，那一个人咧做，足辛苦诶呢。我知有人是家己做安尼做吼，但是我诶惯是，我认为咱安那开讲，照你讲，咱就是爱照即个 flow 安尼起来安尼行，跟住即个 flow 有顺无顺，我拢接受即个代志，因为这就是咱对谈、咱开讲诶即个过程。大概精彩是讲，若真正出现一寡。我认为讲这可能有一寡争议，还是讲对，可能大家怪，我这所在我可能会提掉。我知影你咧修剪出来音声音的时阵，足用心足优咯。我非常期待这集到底听起来有咩感觉。我甲掠迄个图互你看，因为我家己我拢坚持就是 one take， 但是特别来宾较紧张，讲来宾就甲我问讲咱我若讲毋对，你敢会甲我修剪？我拢甲讲会。但是我若听过，我感觉这真自然，这讲毋对，讲了这效果袂好，我通常就直接安尼 OK 安尼。所以
真感谢，互我邀请来宾，无真个无任何一个人会甲我冤倒啦。你讲，因为感觉讲这是一个做主人，我感觉讲咱做节目时间有限，就是讲咱的工课已经是无用，但是咱开一寡咱家己生活时间来做即个物件，所以我就尽量想要伫我节目内底甲原题个较简单的来讲一件代志。我毋知你有拄过即款来宾无，就是伊讲话，毋是讲伊讲话无内容，但是伊真够顿地，过来真够。伊就是伫思考的时阵，伊家己就会安尼，每一句要讲真正，伊就会我发现即个关系。我前几工我伫 Straight 的观点，我咧看人讲，啥物款的原因会互你无爱听迄个 podcast。有一寡人讲伊就是无爱听迄个你头讲的迄种声。有喙烂声，喙烂声，像人家讲的即喙烂声，我全部拢会挡袂掉，我全部拢爱收，所以我伫收，毋是收人讲话的即个顺序，是收这个音。哇，因为我家己嘛常常有即种声，所以我相对我得较包容，就是不管来宾的声是安怎。看伊偌清楚啦，清楚到我挡袂掉，我真正会倒，我家己都会听袂落。有诶频道我是会安尼。那还佫一款就是伊爱思考即句诶，你敢问好伊可能，伊就当伫啊。这我可能得甲剪好较短，莫互伊遐。有，但是我讲伫收听的体验这方面，我嘛是小可注重。但是上基本的价值也是讲，咱安怎讲，伊就是安怎顺。我会看伊个思考、迄顿定、迄情绪感有必要。比如讲，你听我遐时，你感觉迄顿定真重要。但你原来感觉讲迄伤长，咱你感觉讲迄会当加呢？对，伊讲即个顿定是有必要的，表现你的情绪，表现你真正一个真心的思考，是讲即个问题对你来讲是真为难的问题，会使。但是有的人就是逐句拢袂顿定的时阵，我就会较艰苦一寡，我就也是会整一寡调。所以大概我真正会做的是安尼，所以对一般来讲，对听友来讲，大概也无差伤济，甲阮实际对谈袂差伤济吼，除非少部分会影响到即个人，我认为讲即个话你讲出来，你可能会红骂，或者是讲会影响到你家己。较敏感的啦。大部分是安尼，真少讲剪掉什么。我感觉讲袂使讲，是讲无应该讲的话，真少是安尼。少数有啦，我那边私底下甲你讲。哦，这什么知？而且你放过。这是咱私底下讲的代志吼。你听种朋友毋知想要知，哇，继续。这袂使讲。继续。毋过另外，当然一直伫讲到音乐的代志吼，讲到音乐这件代志，你的除了讲即个录音乐以外，其实。你的节目每一集拢有一个无共款的音乐是北管。对无？袂使放袂记哦，你那一款用对吼，敢若有吼。敢若有，因为伤自然哦。即个开头啦，你过场其实拢会用到即个音乐嘛吼。那我知影讲即个是来自即个鹿港新声歌对无？那你是成员，毋是讲敢若摕音乐来用，是因为你本身就是成员。但是我家己伫看鹿港新声歌看起来，毋管伊的即个内底的成员的组成，或者是因的表演的方式，甲一般我所知影北管的演社其实无啥共款着。我真趁即机会嘛，真想要甲你请教即个问题。新声歌对你来讲，或是讲你家己观察，伊到底甲一般人讲演社啥无共？即久无讲即个代志，因为最近咱阮团员逐个足无用的，拢无用咧交女朋友哦。无用咧做内底怨叹，无用咧组织家庭哦。所以，但是伫阮迄当阵拄开始发起的时候，我感觉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因为迄当阵呢，我甲就是规个发起人哦，就是因拢是阮鹿港是一个角头社会哦。是。即角头就咱咧讲的即个社区 community 的意思，毋是亲像咱节目电波当咧讲的即种罗马的角头，迄拢是去互电影随乌去哦。但是阮鹿港其中一个角头做即个牛鱼头，因遐一间庙在经营中。我当时熟悉角头庙，熟悉遐规个少年的朋友。迄当中我都咧写论文哦，你有知讲硕士论文的时候，定拢会就是写个是痛苦，拢会去做一寡别项代志。当中我等于鹿港写论文，就是我来甲一规个庙口的好朋友就讲，无咱来去迄个运动场来运动，来走就对来运动。对伊本一开始。要运动嘛，当然一遍两遍，大家感觉会使来；第三遍，大家感觉讲运动食无聊，而且大家人体力拢食歹。迄当阵就是阮咧庙口的朋友，就是杨少汉哦，伊就是甲我讲是无咱来冲北关。我讲我来只雄的代志。伊就讲其实，因为因迄旁少年的朋友，伊迄当阵我熟悉因的时嘛，差不多到22、23岁呢，大学才拄毕业，非常少年。因其实对庙宇的代志非常的热心，因为我感觉讲，即马即个时代哦，即个家酒。
的物件，敢人去用讲甲敢若是一个足毋好的歹囡仔、歹囝的代志。但是我迄几个朋友就是讲，因会想要透过即种甲传统的艺术、甲复兴即个代志去重新去去结合着迄种逐个人对地方的认同啊，尤其是角头来对角头的认同啊，所以我感觉我真认同即个代志。以前因就讲，因较早有一个社团的，即个北管的演社，但是因要复兴无复兴，迄是一回事。但是当阵我就讲，我袂晓要安怎，讲无你去学，所以当阵我就去学即个本高车。你去倒中华的一个真有名的北管的演教在李春，我就去遐学即个高车安尼。就是所以我咧讲，我就感谢我硕士论文上重要是会互我学晓。要来本高车，所以当阵就本完高车了，大家就想讲无来算看卖啊。所以当阵一开始的时阵，大家就是敢若日常生活咧，算本来是伫运动店嘛，即马伤忝哦，即马刷去庙口的边啊，阮来读即个公车铺，我来练即个北管练鼓啊，甲高车安尼。当阵就感觉讲，愈练愈感觉讲，咱是毋是要有一个代表性的即个团体的名？迄当阵佫无名，所以就是大家做伙来练北管，其实无特别其他的想法。迄当阵是后来一寡新闻报道讲，迄是一帮少年人要传承啊，鹿港的传统。我讲迄拢是台北即种记者的观点，因即阵时阵台北记者落来，就是因的好运的，即个访问的内容就是已经甲阮做即种设定啊。因为安尼大家才要看。因为阮能甲我问讲，你是毋是为着要复兴即种传统的文化，是北管的即种社团？阮能甲讲无。一开始真的是，阮就是无聊，但是记者袂当接受无聊这个答案嘛。是，所以阮就讲阮就开始编故事安尼。然后就讲，当然这是嘛是一个基因，因为后来阮就规去互王爷来裁决，因为这牛溪头当地角头庙拜是苏富山王爷，阮就直接来，因为讲阮想要好名嘛。但是因为一寡先拜一寡朋友甲阮建议讲，你嘛是较早遮就原本的北管演社，但是早期阮毋敢学白用，阮惊讲迄是先拜的物件，所以阮就家己互几个名，嘛甲即个嘛甲就是互王爷落去，阮就甲王爷报备就对啦。王爷后来就叫阮，就是讲，阮会当用新声歌。新声歌较早就是伫即个角头捌出现过的一个演社。日本时代到即个战后一段倒啊时间无长，但是古早伊的即个刷灯的即个灯座，佫拢佫伫咧。但是阮迄当阵就毋敢用，感觉讲伊神拜的物件，所以迄当阵就开始练北管开始来练习，比如讲扮身、搬戏啊，是安怎？因为后来就是愈舞愈大场，包括甲局长嘛，甲有入来，所以就开始录。然后即马阿凯阿之声所听到的即个，就是我录的即个，因为迄当阵就是做一个计划，迄个计划就是阮甲即个传统北管的即个曲牌，甲即种广告术的广告来结合安尼。我就甲即个曲牌甲录落来，因为当阵就是即个迄个教育部的报告爱用安尼，所以我就录音安尼。伊当阵要做 podcast 就想讲，因为那个你毋讲即版权的问题嘛，要做一个较特殊、甲别人较无共，拢规去用家己的即个演社造的音乐安尼。用到即嘛，我会记你伫迄个演出内底，你负责讲故事是无？对。你是用鹿港腔来讲嘛？鹿港腔，但我就是头电报当咧讲讲去台北表演的时阵，几个迄个大学生走来甲我问，是，而且迄场咧搬迄场戏剧的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我感觉讲趣味的问题吼。一般咱讲北管，我相信你去丽春园，我记得因敢若有做丽春园嘛吼。丽春园伫教的时阵，北管所用的即个话语，其实甲一般咱讲的台语是无共款的吼。伊敢若是咱讲我说，伊用官话来形容嘛吼。当然，到底什么做官话，我咱先无讨论啦吼。但总共一句，这毋是一般咱讲台语的物件。那即个时阵，你做北管的演出，但是你用鹿港腔的台语来讲故事，这是我拄开始伫看恁的看你的资料时，我想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迄时阵你决定用鹿港腔来讲故事是什么款的起心动念，嘛是讲我都自然都想讲我要讲台语，所以我都安尼用。敢无想过用官话来讲？因为我感觉北管对咱即马现代人的理解，北管咱会甲想象是一个表演艺术团体，还是讲是一个乐团？但是对咱台湾的这种社会的历史来对，北管一直拢是一个后场的音乐哦。咱袂敢若纯粹去听一个北管，北管一定要配一寡物件，比如讲你若出阵头的时阵，一定有一寡神将啦、北家将跩物件。你若讲咧搬戏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前台
可能是咧搬戏，伊可能有烂摊，有主题戏，是，所以当中就想讲，古早我定咧听时代咧讲落，就用庙口弄迄种时代咧广告啦。但是个广告的时阵，咧想到较早 T 西有联拢迄个时代有无？人家是配歌戏调。对，但是阮就想讲，其实北管嘛是咱来试看嘛。阮就甲北管伊原在即种刻牌，甲伊的即种高界，甲即种，因为阮就去做电影的电影调查，阮第一次就先去做这牛鱼头遐的即个传说的故事，甲改编变成一个广告的一个剧本，来甲即个北管的即个传统的高界，甲即个刻牌来做即个配合。所以你会当想象就是讲。比如讲，我即摆咧拿讲故事，讲到一个较激动的所在的时阵，出现一个高界，叮即种物件呢，这就是一个气氛。然后咧，第一幕甲第二幕之间，咱甲安插一个刻牌，一段音乐安尼。就是我这部电影咧讲的，即个 UV 的 melody，对。我讲这是足趣味的一个代志吼，因为确实因为北管音乐对台湾的歌戏影响嘛真大吼，那包含讲一直到你只要是像庙口啦，还是啥请戏吼做伴身的时阵，我即想迄个伴身也是属于北管吼歌戏团。无即摆人放电影咯。有啦，我嘛是最近还是有看到你做你伴身啦吼，那三神会我包含看到即个水北身嘛有吼，有诶较大团嘿，嘛有用到水北身啦吼，所以有当看到讲对啊，当然你若详细去听，逐个咱听若有机会伫咧路口啦、伫庙诶啦、尤其地方即款，咱讲角头庙嘛吼，也是讲有人请去看因演出进前诶伴身，你详细听伊讲话，你发觉讲结果你听有台语的人听无伊咧讲啥，因为这咱就是讲，因为这是属于北管。虽然讲歌戏演员袂晓讲官话，但大部分除非有去学啦吼，但是即部分会背落来，所以当然有真侪趣味的即个过程。我较早嘛讲过，我点过的即个剧团吼，因伫伴身的时阵一寡较笑亏的代志吼，讲毋对话，或者练习的时阵的问题安尼。所以这是我第一选你看你的资料，想讲即个物件嘛参入来对。但是我真特别新鲜过即个，毋管你讲是毋是团啦恁拄开始会提起讲遮无聊无来北管好啊，即件代志本身就足奇怪吼。你家己嘛有感觉奇怪啊？就是当阵想要要想要变一寡物件出来。因为我你若袂想讲咱去组一个乐团啦，做一般的即款音乐的演出啦，所以遮拄好因拢会晓北管。我感觉讲因本身就对种传统的戏剧有兴趣安尼。我感觉讲迄就是而且迄年纪的我家己嘛真伫迄种地方的即种社区、地方感，还是讲地方认同即件代志。所以你感觉讲，因为我家己较早是，亲像咱头先你讲，我较早是学西洋的即款音乐，我是学古典的，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即种古典的音乐，甲咱台湾其实一直有一种爱摇的关。我迄当中我讲袂清得出来，所以我当中我感觉讲，我想要先甲即古典的音乐放喺边啊，我想要来学即咱咧讲的民间的即种民间的音乐，北管即个物件。所以我感觉讲，迄当中就拄伫我迄个年纪咧想的代志，拄对的人，我们就来做即件代志安尼。你讲无聊是一件较笑亏的代志啊，但是我感觉讲无聊，对咱中华就有力量，就是种无聊，就是大家开始伫遐毋知咩草面就开始咧讲一寡想法啦是安怎，就因为安尼一个北管的音效就安尼去复兴起来哦。其实咱拄仔伫开讲过程当中，一直会提起着无聊即个代志，真少一个县市的人吼，讲家己生活即个所在无聊而且是一直甲变成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标题。中华馆其实已经小可，阮会小可惊吓，因为即马训练已经要录着阮哦。干嘛呢？就训练甲中华人就无聊。你的热着是什么程度？就是讲咧比看上较无聊。我是讲比看上较发达。无咧比无聊的。无聊定义到底是啥？无聊就是是食趣味，比如讲咱村，我感觉宜兰就食趣味啊。宜兰足侪所在人去行搭。有会当去海边啊嘛，会当去山顶，足侪所在人去佚佗呢。但是中华对真侪人来讲，迄就是一个经过的所在。鹿港可能较特殊一所，就是讲会当来鹿港看一寡高一来拜拜安尼。但是我感觉讲普遍啊，对足侪就是讲会来中华人。足侪拢是中华人家己倒来厝内的感觉。我感觉讲中华的无聊，就是因为即个所在是足侪人拢是离开即个所在去外口发展。中华关是足侪人的厝内的感觉。你要爱自家己的厝内足好耍的，这是件足奇怪的代志。但是你要爱家己的厝内，永远拢是有会当有一碗好食的饭，有一碗好食的面，这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所以中华就是一个遮尔啊无聊，但是佫足温度的厝内的感觉。所以中华应该讲，伊是一个刷出的人口足侪一个关。真正要
变对7度吧，变袂起。是。啊，因为这个人口数愈来愈少啊，伊会一直向外出去刷出去，所以变成讲，听起来变成伊是一个你的故乡。你生活的过去的故乡，就像真侪外地人，依然捌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大概10多年前、20年前，通车的时吗？大家转来。少年人转来家己的故乡做代志，因为宜兰过去大部分大概啊大学伫外地读嘛，读了当然宜兰嘛有大学啦。伫咧外地读好了后，大部分都是踮伫咧北部，尤其是台北遮头路。我想这是真侪人拢是安尼。但是有到一个坎站，迄个时阵宜兰因为过去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啊，佮有包含农业啦等等的一款想法，以后来反正我讲这甲迄有关系，就是。宜兰人伫咧外地有一款，我是宜兰人的认同感吼，这拄则你嘛有提起着讲，我有当下我的话语内底有一款的感觉。我家己宜兰的朋友嘛拢安尼呢。对，所以这是真趣味，就是讲你会认同讲我是宜兰人，当然所有的人拢是某某所在的人，但是敢若会互人一款讲，对，我是宜兰人哦，迄款的感觉即个情形，可能毋是每一个县市拢共款。那经过遐侪年的时阵，大家开始包含崩坑嘛、通啊，还差不多迄个时阵的前后迄个时阵，算崩坑吼，所以。真侪少年人原本伫咧台北或者伫咧外地食头路吼，伫咧生活的人，刷转来台湾宜兰吼有的人就是做咱讲青农、青农吼，伫种田的嘛有，那嘛有转来做家己的事业的，包含我家己的朋友，一个少年阿公吼，那伊是。做即个食农教育吼，做即个农业市场市啊介绍啊，佮有即个甲农业有关系的代志，有一大群即款的人，同时也引起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宜兰迄个时阵嘛是咱的民宿。当伫咧，咱讲农地种民宿即件代志吼，宜兰上济嘛，上出名。嘿，阮遐是种工厂啊，对，啊，即马种即个光电班啊，是无错吼。所以迄个时阵，大家开始伫检讨即件代志，讲咱的即个田地，咱的即个地景，全部拢要变成即个厝，变成咧讲农舍。咁当然，这有做农舍是足奇怪的代志啦吼。拢足贵的吼，所以这是大家开始伫检讨即件代志，就是迄个时代，就是少年人开始刷转来的时阵，所以大家开始反映，或是检讨讲我生活即个所在，这敢是我要爱的吼，所以可能伊就会影响着讲规个县的即个包含县政府，就是执政者，伊爱去思考，伊要行向倒一个方向。当然后壁都有真济，包含讲农地管制一寡政策啦，啥毋管做了好毋好，还是讲后来有继续无，毋过伊确实有引起即款的变化。但是中华伫即方面可能发展方式就甲依然无共款。我有经历过即款的情形，但我毋知影以目前来讲，因为我当听起来是讲，确实中华真济人是刷去别个所在生活，所以即个所在变成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当然上好是我转来，永远拢甲我细汉的记忆共款，我少年时的记忆共款。好食的迄间永远拢伫咧遐吼，阮兜巷仔口上好食的，恁的肉粿对无？做肉粿嘛，厉害哦！我有听你讲肉粿，可能有米线。肉粿是鹿港人咧讲的，中华市人。对，我知，因为你有讲过。阮甲中华市的人就是拢讲无共，拢无共哦。所以等来，这个所在确实我会希望讲伊莫变化。那当然你用无聊来形容是无毋对，但是你敢会想讲？你会希望伊经历过甲宜兰小可成的即个阶段，无是讲外地需要到包含伊讲，恁可能较近到台中吼，恁上近可能大都市就是台中，过来向南就到台南、高雄，有一部分我相信嘛会到台北，我嘛真侪彰化朋友伫台北，你敢会认为讲彰化有行向即个阶段，就是讲因刷转来。但刷转来表示讲，你即个所在一定有变化，变歹真歹讲，但是一定有变化。伊都袂无聊啊，免怎创。我感觉我先去再次的强调，我感觉讲这无聊毋是歹代志。我感觉讲这无聊是中华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呢。你讲我感觉对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时代来，对这个时阵，咱拢爱甲无聊甲消毒嘛。比如讲你无聊的时候，你应该就是你想赢，你是毋是爱去做一寡代志？甚至讲你这一个空堆伫遮，袂当放伫遐无聊，你爱甲起一寡物件嘛，爱互伊有这种市场的价值。我来讲爬灰，爬灰就是
一般来讲趴荒啦，嗯抛荒趴荒，对，囥伫遐无管啊，但阮咧去讲趴荒啦。是，所以我感觉讲中华敢有可能变成一种甲即种发达的城市的种抵抗的一个所在。当我感觉讲，即个时阵我会推中华感觉足毋愿的，即个所在明明伊的历史地理就遮尔啊丰富，而且咱头所讲的，但是我感觉遮个人所有人拢咧望亲像台中迄种遮party 的即种繁华亚都市的种感觉，但是我感觉这中华甲台中的关系，就我感觉有可能类似咱宜兰甲台北的关系有少少共，但是因为台北较大，但是我感觉讲，因为中华你若真诶想要去五路，你真诶行袂了，恁去台中无要紧。我感觉讲中华应该是爱倒转来咱生活当中来去思考，比如讲咱县政府还是讲地方诶跩。咱的社会资源是要去互咱的遮个生活变较好，比如讲咱人行的空间会当变得较舒适袂，咱是毋是伫遮生活，咱的厝价、咱的房价，是毋是咱会当较有利讲，大家想要搬转的人，大会当伫遮找到，会当互家己较舒适一个环境。中华的厝价敢足贵，全台湾无一个所在俗啊！这是主要啊，全台湾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讲中华就亲像咱马奎斯咧讲的迄种第三世界国家共款的，像咱当初读这陈淑凤的几啊所在，时阵会遮尔有感觉。因为我有一寡读人类学的朋友，伊就开始批评陈淑凤的几啊所在，伊会感觉讲，伊感觉陈淑凤甲中华甲写甲伤过妖魔鬼怪哦，这物件是会当足简单的，会当去引这个外国人的注意。但是我甲我的朋友讲，无中华真的都是安尼，这个所在哦，亲情好友这种网络的这种，就是讲大家真的互你袂喘气的这种感觉。你家己路里，你会拄到熟悉的人，而且你伫这个所在，你作为一个查甫囡仔，吼，你自大汉。你就是囡仔开始大汉时，你一直去用期待，你一定是爱生出虾米款的型。你伫中华这所，你要做家己，其实无遐困难。但对都市人来讲的话，就感觉讲啊，这就是咱庄脚所在的人情味嘛，所以大家拢熟悉，看头看尾嘛。但对一个中华的囡仔来讲的话，我要开始去找家己的认同，要生出家己的时候，我一定要走出去外口。这阵等下苏红伊走到迄个德国即个所在共款，即我感觉讲，即个时阵我开始对中华对鹿港的认同，就是我捌出外国，我出外时开始感觉讲，哇对呢，阮中华就是遮尔啊可爱，遮尔啊朴实的一个所在。但是我研究我较细汉的时阵，我读高中，迄阵准备要读大学的时阵，我的目标敢若一个，我想要去有Starbucks。附近的大学读册，对我来讲 ，Starbucks 是一种 city fancy 的物件，我想要去遐。对，布尔乔亚，但即马想感觉足可爱，但是感觉讲迄个时代，咱中华囡仔就是会感觉讲，咱去外口甲共款年纪的高中生来比的话，台北的高中生来感觉讲敢若诚厉害。当然，即马感觉即马是无共款的环境啦。但迄当中，咱就想要变成城市的人。但即马咧，我即马开始做，真正就亲像我头咧讲的北关的这段经历啊。我开出一个开头，我想要变成一位鹿港人，我想要变成一个出去外口，我只要讲的，我只要迄个开出现的时候，人就知影讲我毋是台北，我是可能是中华，可能是一个中南部的囡仔呢。但是即马有另外一个考虑，我即马佫无想要变成鹿港人哦。因为后来感觉鹿港人足烦的，鹿港人烦啊，佫会活伫迄种家己的即种世界内底哦。比如讲鹿港，即一寡种老的鹿港人，感觉讲家己家里，就咱即个城镇哦，足传奇的吼。即个历史我是台湾足珍贵的历史，但是我会感觉讲，这爱讲会到，你嘛爱做会到嘛。咱实际来看鹿港的一寡种文化的保存，用大家人对鹿港腔的注意，我感觉拢无要无紧啊。啊，你无要无紧，你佫一直要活着较早迄个时代，像我感觉讲即件代志就足好笑。所以我就想，我想要变成一位会当自由来去的一个鹿港人。我今仔去到英国，我今仔去到德国，我嘛是一个鹿港人。不过这真趣味，就是你爱经历过迄段离开故乡，才会有故乡这件代志。人若无离开故乡，你就袂有故乡。我讲这是真趣味吼。我相信真侪人的我是什么人的这个意识，其实是离开了后，尤其大学离开了后，你伫咧大学内底拄着足侪无共款所在来的人。伊甲你讲话方式无共款，然后伊的生活，伊讲因遐有啥，甚至讲较发觉讲啥，恁遐的肉丸毋是肉丸，毋是做肉丸，就像即款的即个物件开始出现的时阵，才豆豆啊，甲你的认同伫咧比较之间产生出来。啊，你的即个认同完整，或者讲伊规个发展好了后，你才有法度去到任何所在，你拢是你原本是什么人。我讲即个代志是。
安尼发展出来，包含宜兰人嘛是共款，我相信所有人拢共款吼。你若是一直伫迄个所在无离开，会有一款真特殊的设想，就是你家己可能讲哦，你嘛会感觉讲伊有一款真特殊的在地认同，但迄个认同可能会诚虚浮吼，就是伊的像你拄仔讲，等于你当时抑个等于讲你对落降大嘛，对无吼？你住伫迄所在拄着较老缘的人，可能你对伊的一寡想法会开始产生讲，是安那是安尼，即款较虚浮的想法，我感觉这是会使对应着咱有伫讲，我毋知到底是伫倒一个时段讲着，就是中南部的一寡朋友乡亲，因认为讲台语因拢袂歹，共款的概念，就是因为你一直伫即个环境内底时阵，你无去察觉到即个问题，想要习惯。惯势了后，你有当时真侪物件，你就会认为就是安尼，世界就是安尼伫转世界。但是咱当你踏出到外口的所在，发觉讲甲你想的完全无共款的时阵，才有法度翻头去看你家己的故乡是做啥。我相信陈思宏伫写几啊所在的时阵，也是共款，尤其是可能甲包含伊家己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真侪内底物件伫咧冲突的时阵，可能伫迄个。甲你束缚着的所在，迄个时阵是一个束缚，迄个故乡其实因为你离开，你才有法度翻头讲这是故乡啦。你内底迄个束缚啊。我来问我沿镇的朋友，我来讲你若来看即间小说，因讲其实沿镇人会足欢喜嚟讲。咱总算有一间小说文学作品，而且伫外口有翻译较侪国家诶，咧写咱沿镇。是，但是好做规啊所在咧，感觉足爱哟，你毋知？我感觉即个来足可啊，就是讲，我感觉即段时阵中华人就是一群足朴实诶人。咱即段时阵，咱会对电影咱足爱，咱足有认同诶。但即种认同即段时阵是伫一种，就亲像咱头咧讲足关系诶环境内底，咱一直无跳出即个壳啊去按外口来看中华即个所在。我感觉讲陈思宏诶物件，我都互遮侪人，包括我家己有感，我连我中华人家己拢感觉，就是因为迄种出外诶经验，咱用外口诶角度来理解咱家己成长诶所在的时候，咱会当对一寡代志，咱就袂遐坚持，对一寡迄种较早咱感觉。伫即个所在生活了不如意，还是感觉会怨妒即个所在迄种感受的时阵，咱会有另外一种无共款理解的角度。我家己咧看伊物件，虽讲我袂看了吼，但是我家己看伊。你通听我节目啊？听我已经听过啊啦，我是听过了，家己袂册吼。但是我家己伫看伊物件时，有一款感觉，就是迄个所在，伊所写出来迄个演证，迄个所在是一个。时间冻点，无伫流动，无伫震动的所在。厝可能会旧会坏，但是规个整体即个所在，即个时间是无伫震动的，迄个感觉。当然，我讲这都会使对应着你伫讲无聊即件代志，可能嘛有一寡关系，是因为伊都毋是咱所设想的。城市、都市发展的方式，愈来愈大的即个愈悬的大楼，愈石牌的建筑吼安那啥新的活动啊，啥做啥大家拢钱活来吼，拢来创啥来创，无啥共款吼。但是像我拄仔伫讲，既然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大家转来啊，大家转来表示讲，即个所在一定会改变，因为这是一阵离开故乡转来的人，那伊会甲故乡以外的物件带入来。会好会歹，其实无一定。即个物件无人知影，然后发展，但是伊开始变啦。包含讲刷崩坑当然，西部较无即个问题是，你着沿路拢就通。我有高铁啊，但是因为早期宜兰无高铁嘛，踮伊要到咱宜兰哦。差不多10年。我中华踮伊嘛要有接运哦。其实我感觉讲高铁方便很方便啦。但是这个价这边他认真回答啦。我知我意思是讲，但是其实对阮来讲，我感觉一个真大的影响是雪山崩坑。是。开通了后，确实互遮个人有法度转来，但是规个依然是产生变化。那当然西部是无拄着即个问题，是因为你无即个物件。我就是赛车真紧高速公路，凊彩一个交流道路来，真紧就到啊。所以有即个差别伫咧，所以我无法度完全讲。依然是什么款，所以讲话反射行什么款，我这是无共款的代志。但是确实依然经过一寡阶段，是你伫讲讲话无聊这件代志的时阵，我有一寡无共款的联想，看真趣味的所在。好啦，咱今日时间应该嘛，差不多啊，讲真久啊，对无？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嘛刚才咧烦恼讲咱即个阿听毋知咧扎时间无？我就惊对这部安尼讲伤济543的。我看条件看卖有法度打一工会使做一集5点钟。5点钟吗？咱是要 end opera 甲迄个10点共款有。安尼这听众朋友会较辛苦一撮。
因听因个咧分几落该听，因若无差是咱辛苦。后来真风气啦。好啦，咱今日嘛，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啦吼。毋知大家对这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的内容听了是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使落互我粒青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查找呀，特聊天你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啊，个你嘛会使找即个阿凯之声。吼嘛有即个你嘛有 Facebook 嘛？你真厉害，头先那念真紧呢。我未读了，未读完哦。嘿，只是我想讲插播一个吼，除了找亚特聊天，继续。伫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是找亚特聊天，以外嘛使找着阿凯之声，我嘛使伫 Threads 顶管甲伊开讲，我 Threads 我毋知你用啥物啊。OK 啦，今仔找应该拢找有啦吼。阿凯之声。好，若是即个朋友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脑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使点下 show note，也是说明可以赞助连结网人啊，家户是随喜生意，食水甜单身表啥物大笔我嘛介意，无论济啊少，用感谢你的支持，那咱今日鹿港腔甲吉兰腔就到这咯，拜拜。来一个好街，谢谢感谢，拜拜。世纪好街哦，拜拜。好街。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家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ork、Moonhome、阿贤、阿莹、张文珍、雷基、永川、阿里高啊、伊文、Patrick 阿派、Patrick 阿派讲支持上强的台语 Podcast。感谢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